这一章是世间法，出世法跟世间法一定是相通的，它不能够切割的，不能够分离的。那么我们就来探讨这一章，助人者必能得福啦。你的心很善良、很慈悲，经常关心别人、帮助别人，你会得到无量的福报。佛都告诉我们嘛，善有善报，你行善一定会有好的将来。这是必然的。慈爱者必能无怨。一个慈悲心的人，有仁慈爱心的人，他心中不会去埋怨，不会跟人家计较，不会跟人家起冲突，也不会去报仇，他不会有这种念头。一个慈悲有爱心的人呢，他必然内心当中非常的平静，不会去怨恨任何东西。这个叫做慈爱者。行善者必能消恶。在众生最需要的时候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或者是生活困难当中，你能够从旁协助他。那么因为你发这种善念，所以恶毒的心或者是你过去累积的一些恶报，慢慢就消除掉。所以一善能够消除千恶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要好好去行善，我们必定要走这一条光明大道。礼义者必能无恼。一个人如果说没有欲望，对外在不攀岩，我不贪求，我绝对不去占有它，那么这一种很平静的心必能无恼，就不会有烦恼心了。我们人为什么那么多的烦恼？就是欲望太强，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些东西，那么无形之中会给你很多很多的压力，压力来烦恼就不断，烦恼不断，你智慧就没办法增长，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，一味接受的人生，一厢情愿，想要得到别人布施，有什么东西给我，我就是要接受，这种人是贫穷的因果。我们人活在世间，应该由你给众生解除苦难，带给他们很多的幸福，不是一味去接受的。人家给你什么，你感到很满足、很欢喜，但是从来都没有想到别人那么辛苦、那么努力，他付出的这一切，为什么我们都只有接受？这一种心态上是不健康的，是不正常的。有失才有得，你都是接受，那你就是种下这个贫穷的因果。经常喜舍的人生是富贵的因果，我们经常欢喜的去布施，这是你富贵的因果，会带来后面层出不穷的果报。善因善缘一定会很好的，人在做，天在看你，随时都在协助你、关心你、帮助你。天龙八部护法是在关心一个有善心的人，只要你有善心的人，龙天护法他随时就在疼爱着你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做人基本上应该要如此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你会大富大贵，所求吉祥如意，消灾免难天福延寿，都是因为你有善心而来的。今天利用这一章跟各位互相来鼓励，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